面的龙就常见的他爹爹的南阳到头发都这样买点多呢，你怎么去给没那个生活当中，等下老了也了，这些民居的老别的那样把些给烟的咱就准备做出来，他的。为了慢慢弄个嘛，就当做那边的那要等着，就嘛超市去那边当边就像嘛，那边家伙了当边多嘞。这嘛现在接上刚说的，入住去啥子人不讲到年嘛，人把那这边的现在他土土修养的这跟进学习，现在的当今的不嘛的上班的基本上。那个没得讲，我们现在讲这个没啥，本给简单的那些年的从军中国人，其他的那工给就是一点钱，学当到那这边上嘛，就话是老边上嘛的，然后因啥方面的，要把隔壁就学当就给。这个大家大伙买这个也方面，个人买，弄那买就这就这个年来现在这话那个把三千面从大新原来那是那做一些年个搞的啥这给两位对对来说就话。给他当过年的中啊，什么了年啊，老啥了你，当过参加节节那些节把那家谁介绍，这种忙着把准备的。家里不买就在他们买的是年啊，年啊，咱这个部分的话，那么上去没小话也，老多少帮人家长就业，可以能都吸收宿舍的，你看有些你给的他就。家里三年了，咱们在马上都做，阳春不得进行看见阶级家庭中，咱人那边看到公妈的那种看见是都没法有我给说，后来就是你就那个多搞不一样的，其实说以前啊，那什么就啊，他跟别人就把什么就啊，在工作之间把工啊。对这种啊，年年这运动啊，基本年年基本是，甚至早上北上，给大多那玩意到早点走，人生去这些。你看见日本，让看见，他们去看。个吃不消。接下来，今年接下来，新州份是多少呢？现在新疆是，对这抗击，现在人家超抗击。这个。然后。就可把他们都。在下狼的，你看狼的，你看他，完了我去这样把进来的，在下的那件很把你了，你妈那个就怕去。ये दो छह सौ छः ये नीचे दो दो छह जी